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理事长李梦晴是一位关心囡仔发展又够温暖的人，为鼓励小朋友持续努力学习，特别家己出钱，无开着协会半仙钱，办理请囡仔吃早顿活动，规划伫全市各校举办这个温馨的早餐会。因为只要咱看到囡仔欢喜满足笑容，同时佫会当鼓励囡仔上进，这就互李梦晴感觉到一切拢价值啊！阿姨希望借由这个活动，让你们知道，有好多的家长团体，好多的长辈都是关心你们、疼爱你们的，因为你们很乖，因为你们很棒。那也希望你们得到爱以后，长大了以后，再继续去爱别人，懂得如何去爱别人，如何的孝顺自己的父母亲，对父母亲的爱更是必须比别人还要再更多，因为父母亲生你养你，我们要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7号伫新兴国小的活动，家长联合会理事长特助高顺仁，南二区副理事长姚渊文，北4区执行长戴新介，秘书长陈明燕，南二区公关长江海金，资讯委员长副总人丁贵斌也拢出席支持。新兴国小校长李俊兴也特别感谢家长联合会所有人为囡仔带来温暖甲关怀。那我们非常感谢孟晴理事长能够他事实上他很多的事业，他也很忙但是愿意拨这个时间，那也要更感谢我们各位理监事这个干部伙伴们能够陪同一起来对我们新兴国小的小朋友来照顾，给我们小朋友温暖，给我们小朋友鼓励。家长联合会目前已经甲安定国小、大公国小、开元国小、新兴国小小朋友共进早顿，后续还有计划前往石门国小、莅林国小、龙岗国小、和顺国小、安顺国小、宝东国小、关庙文和实小等学校。理事长李梦晴表示，这个活动会持续办理到2020为止，欢迎各校向伊联络，安排时间做伙吃早顿。家长会联合会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好，谢谢。